你，求求你，让我演戏，我真的很想表演。宝贝，你总算吃偏发诶，让我一下子为难铺呢。你用威迪奶太难铺啊！迄个啊，你是要一3年哦，应该做得离开啊，啊！导演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看了你的缝隙之后，我才决定要拍片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拍观众喜欢看的戏就对了。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你吵这个。接烂案子跟大便一样，是吧？我得捏着鼻子把它大便吃下去。啊，火车要进站了，现场 stand by。各位，最后一班，我们拍吧。好，来吧，准备，